受到大雨影響，南投德山的加祖寮溪山壁的土石放落來，變作崩山湖，積水大約有10萬噸。經過第4號船分署的檢測，今仔日發現講，這水已經有漸漸咧消透，大規模放棄的風險嘛有較低。縣府表示講，已經有做防護措施，若若必要的時，嘛會趕緊撤離居民。經由空翕畫面，因看到河道一個邊坡發生大規模崩落的情形，大量土石出來了後，將河道塌掉咧，變做一個崩山湖。這個所在是在南投縣德山水龍瀑布的上游。該地點位於清水溪支流加走寮溪河川界點上游約1.1公里，非屬公告河川範圍。我峭壁啊，有崩塌啦，下骹有石頭土，甲伊阻塞嘛，有結成一個站啊。南投縣府13支流民眾通報，這個所在形成崩山湖，經過農村水保署，抑閣有第4河川分署、林保署這單位現地勘查甲初步風險評估，確認崩落面積大約是1.2公頃，堆積土體大約是5萬立方公尺，正已經出現自然的溢流出來，並且有沖流出水路，鹽閣上游有積水，積水量是大約10萬噸。我們早上有去就一副那個保全人家，我們已經有這個告示牌就是說。希望民眾不要走到溪床裡面，因為這樣影響那個安全這個部分我們已經在做這個防護措施，會持續來監控。經過初步評估，崩落來坡邊已經來到岩盤的前面，佫再發生大規模崩落風險較低。那一擺攏崩落來，推過下游河道的水位會清懸大約70公分。下游除了水龍瀑布園區以外，有保全住戶1戶，必要時會來撤離。也若這2天山區以外會有明顯的落雨，相關單位繼續來監控。未來的降雨部分，明天跟今天還是比較類似一些，中南部地區要留意比較明顯的雨勢，可能有局部豪雨發生；北部依然可能有局部大雨發生。雖然拜一全台灣以外有雨，不過中央氣象署也講，16、拜2隨鋒面走到北部，水氣慢慢的減少，氣溫也會回升。拜6、5日雖然甲太平洋高壓延伸到西邊，渴望轉來到真標準的熱天天氣形態。記者綜合報道。